持續2年幾嘅疫情下，學校有一段時間要停止面授課堂，學生要留喺屋企網上學習。喺仍然未恢復通關嘅情況下，有跨境學童要繼續上網課。咁睇返80年代初，電腦仲未普及，學習電腦係新鮮嘅事啊！咁相信當時冇乜人會諗到，30幾年後嘅今日，電子教學已經成為大趨勢。你知唔知道電腦同人腦嘅分別啊？首先咧，而家我哋想睇睇，如果你想將個資料入你哋個腦裏邊，你哋需要乜嘢咧？你咧要慢啦，係啦，我哋可以用呢個眼睛將呢個資料導入個腦裏邊啦。同樣，如果我最近用呢個電腦，本港一間私立學校開設咗全港首創嘅兒童電腦班，學生嘅年齡由8歲到12歲。你估佢哋點解要嚟學電腦啊？因為興趣，而且第2日可以做電腦工程師。電腦好玩，所以嚟學。一般嘅人咧係可以對於電腦有恐懼症啦，但係呢一班嘅小朋友裏邊咧，相反係有一個嘅過度崇拜喺度㗎。咁就所以你哋好容易問佢哋嘅問題就係話電腦究竟有幾多好處咧？佢可以全部話晒俾你聽。相反，你哋問佢一個問題，電腦究竟有乜嘢俾人係信息嘅話咧，佢根本就冇辦法答得到你㗎。